目前正是山野的开花结果期，也毋过干旱、寒流佮加上欠水，恐惊会造成农损灾情扩大。因此，立委郭国文邀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以及相关单位，甲山野产地的农民进行座谈。我们虽然有补助水塔跟水管，但是如果我今天一滴水都没有的话，我用那个没有用。你的居供与本供跟搞供成本增加。然后补助的部分是果园里面的水管跟水塔，那像我们山区从水源到我的果园这一块，少则10几只，多则几百只。缺工问题目前也很严重。那汪南华有申请农民移工，那农民移工我们有申请24个，到目前才5个而已啦。那这5个我们申请了2年才来5个。咱的农民为着要申请这外籍移工，而且你扛担，咱甲这水果期已经过啊，这生产期已经过啊，咱的农民事实嘛无得到帮助。会中农民将对农业欠工欠水等问题提出反映，面对这个问题，陈吉仲强调会协助补助解决，也已经规划相关的措施。整个果树的生产，如果遇到这一种极度的干旱，那我们农水署有每一户补助40万的这一个各式各样的滴灌、喷灌、水管、蓄水池的补助。更重要的是，在郭公委的建议底下，我们会积极的寻找水源。那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些问题。关于这一个农村劳动力的不足啦，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那农委会其实跟劳动部有一定的协调。那过往的总额的部分大概有6000名，今年呢已经有扩大到12000名之多了哈。这是我们持续要努力的方向。不过补充劳动力是一种，但是呢长期以来呢，如何让整个生产自动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即便我们这边是山区，但是还是隐藏有自动化的可能。我想劳动力的不足呢，不能只靠外来的移工，也需要透过自动化来做一个解决。会后，郭国文甲陈吉仲也前往山野乡会勘，并带着产销班的成员实际了解灾情，会当看到山野乡边仔的砖沟已经打壳，山野因为欠水变成烧火，若无及时解决，将会损失惨重。但是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